聽就話你人來收聽，反正我今日知我這個禮拜你忘記講鬼故事，特別鬼故事就好了，就是老朋友會來跟我講伊鬼故事啊、經驗啊、上帝講頭啊，後面物件真趣味嘅。然後特別特別好一個畫面，鬼子嘛，特別睇隻鬼子嘅子嘛。你有花名哦，平時。我人覺得啦，我叫咪姑，伊叫王母娘娘。你叫花名，我是叫你鬼子啊！你特別來你出嚟學我食鬼子嘛？鬼子嘅子，叫鬼子。你個叫有啥物花名？我冇咩花名。鬼子。鬼子也好多想啊！鬼子好聽嗎？鬼子會知啦。I don't mind lah anything 啊。所以當叫你我是我咪รู้จัก古本啊嘛。土white子叫做阿子叫咩啊？咪咕子啊？咪咕啊？我叫咪咕，伊叫咪咕子。伊啊？你無講咧有影想。紅對。所以我咪是捌รู้จัก個一年本來用新疆吉拿佚佗咧。佚佗尖拉嘛，Mabel 10幾歲就捌了，當時 Mabel 30幾歲啊，30幾歲啊嚇。對，Mabel 叫做下個。Mabel 叫下個。啲先呢啦 ，actually 對伊人外國人聽啦，伊人無咪 feel 嘅。有講有笑，你冇幫助我講，甲老早淡薄。แล้วก็ว่าจะไม่เกี่ยวกับจีจีเขาบอกจะออนไลน์ก็อุ่นกำเพยหุ้น是啦，人講ออนไลน์接咧，好多ออนไลน์。那這個是城，這個城啊，好多接了心想事成。那ออนไลน์แล้วก็心想事成。我答你咪叫他大 back 淡薄。這裡鬼子是有藝術本嘅。人拜鬼子啊，福建人啊，加了藝術嘅，蘋果是好結果嘛。好果。แล้ว來嘅就是啊，昂來。唔是來，冇迄個白。哦，來啊！來啊，係咩意思啊？來意思就是講好物件，你想物件愛談咯，會來咯。แล้ว成是心想事成咯。แล้ว嘢on來就一見招就好多掉白標咯。你人講買拜芒果嘛，那路芒嘛，係咩？是係咩？死亡的亡哦，無應特別鹹，特別係有冇鹹嘅物件係就揾鹽，就揾鹽。แล้วบ่มีสุราง拜那都講愛拜鹽，ก็丟鹽。哦，แล้วอีหลังก็สุกะหาเลยเกิดตูปะเกิดตูปะมายัง叫冇อี講จะปะแล้วก็แกะยาจะปะยาไปยาเขาจะบอกว่านักตุกองอ่ะอีหลังคิวใจหลังอ่ะสิอันนี้นักตุกองไปยาว่าใจอีหลังไอ้ไปจะเสียในควันน้องมาจะหมดสตอรี่อ๋อtapi เขาอีหลังไทยเกาะเลยเขาบ่ไปมีแก่อันนี้บ่จุ้ยบ่กันแล้วแล้วอีหลังจะสิเล่มเก่งเนี่ยอีหลังเล่มจิวเนี่ยแต่ใช่สิ講你身軀有物件咧吼你看到伊人迄個出家人啊回想啊你會驚咯什麼事แล้ว也是伊回想看到你物件看伊愛甲你偷咪甲你偷咯แล้ว有誒咧伊會破口大罵咯我人頂頭有看過一個啦伊上個是釣迄個可能做嘢講啊，叫做蜘蛛啊，蜘蛛講啊，嚇，伊是蜘蛛先來做嘢咯咋，แล้ว但伊是因為未暑假伊未彈掉啊喎，แล้ว做嘢咋，這是叫伊探網嘅咯咋，แล้ว嚇伊頭是伊點講愛暑假白筆啊，畫筆啊，嚇，แล้ว人唔知係咩事，嚇，แล้ว伊就是暑假安尼款。actually 迄個是一個我諗捌的啦，我無講家食食啦，伊 parents 來啊，會驚咯就，查某真水嘅，แล้วตัวจริง所以大波做啦，大波做講，應該是大波做啦，特別咱無看到，咱未去
说是虾米哈，把这个查某咧，伊本是只乱来本啊，是虾米本啊，咱老公唔知去做 ，because 伊个名声无讲真好，把伊是真水是有影啦，咱伊就真输甲我壁了白，三个，伊会家己白一半壁起个啫。哟，会调啊，会调啊壁诶。伊白起去，用将伊嘛，佫再行落来。哦。伊会行差不多啊个4尺5尺反正就。这个是6尺哦。吼，然后吼，伊是真正无胆诶，咱伊也看到有假诶物件咪，伊手就爱伊就啥，伊就像个 spider， 喊手还爱脏手啊，骹啦安尼款戏。哈，然后伊爸就有感觉奇怪啫。这是到这边还是上地位？无，伊到这边伊去上地伊。OK。边人人来这里渡过条路诶。伊渡过条路，查某渡过条路诶。了，伊讲到嫌机啦。公斤只5-6斤啊，去看个了。看个了，讲老管虾米，佫车规翻来摸摸过。所以改变着。伊啥好了，佫再来，了啥直直来，直直食来。伊啥直直来，直直食来。了样就介绍伊去泰国咯。了泰国诶吼，伊去时吼，伊一搭到泰国，伊就讲哦。了迄阵诶时，我人本是有改变变 ，because 我小妹诶翁啊，伊是带人去泰国佚佗诶啫，把伊大港家诶，伊大港家诶。了我人特别换车去港家找伊，了坐伊诶 van， 了伊就带我去。actually 我家己换 van 过啊。迄阵时我本想要去找，because 啥物事 ？last time 吼，我 mother-in-law 无啦，我 sister-in-law， 我 husband 诶小弟无做工头个啦。哦。但係我人無蝦米啦，伊 just 做一個講要好路上個家破人亡啦。伊說呢，luckily 啦，迄個 actually 只轉本啊，伊只個講，你是一個查某白白頭毛長長嘅。我知講做女係安怎款嘅？迄個人是蝦米？伊只講就是我 sister-in-law， 伊小弟嘅某，伊去巴林啊，伊 because 伊個媽有媽我嘅是巴林，巴林本只是國語。對，巴林真濟少人。我是真驚。伊人啊，就去遐邊做哈，但是我去遐邊咯，了後尾伊畫一個鐵板，互我喺啲厝誒。哦喲！了我講捌釣，我釣甲咪你知哦，我鼻孔直直流血，看到人咧，伊就無啊。哦。即無人，佫只流啊！就啥厝我一人就流啊！哎呀，了流了困落去吼，伊本着咧拿後，我就回去。無伊回過流到我拿後，我開出來，佫收回來。了有一日吼，伊就流袂止啊咯。我就拍電話我誒翁咯。想甲無幾日咯，我誒翁無接電話，我拍互我誒godfather咯。我一拍互伊爾吼，我就毋知人去啊。了樣就叫哈，叫啊了吼，無用咯吼，拼來咯，個只大網巴路爾。拼來了吼，佢毋知人啊，後尾了我去南無伊咯。check 個了我 CT scan 啊，蝦米個了呀，了老公講蝦米 maybe brain cancer 啦蝦米，但係 check 個了時咧無數，蝦米無，了 just 做laser 爾。แล้ว講下面，喂，伊做係伊會見，伊會見對，安尼安尼。然後，了特別好，迄陣嘅時候，我一困落去，我目睭一看阿妹，我看到影，無人有人舉鐵定舉，我小英定鐵定。哈，แล้ว我你啲個位 husband 講，我捌釣過啲物件咗。就是老皮講回事啦。2007年嘅事。即 before 這 case 是你捌釣過較早時。我就是到時2007，就是我釣一個 case 時候2007，第二時5月咯，แล้ว after 我sister 就知咗咯，所以就帶我參一橋咯。伊這裡是伊朋友來，這裡是伊朋友來。相對啊不，到家長咧。無伊朋友，唔是家長叫咩？伊邊咧嘅朋友，because 這叫大波嗬，伊是我同學，頂到漢江讀冊，我小妹翁啦，第四漢嘅啦。哦。所以伊特別來帶一橋。แล้ว我聽了嘛興趣，แล้ว我個暑假去看誒，我暑假看咧戲，所以我嘛調去，แล้ว
แล้วว่า想嘛本就係講啊無你尋去查看，哈咪數安尼款，所以下往去啊吼，伊就講咯，伊講伊是要做互你食破，咧好佳仔講，我好佳仔吼，伊就甲我 husband 講伊媽本參伊做人啊，哈咪啊。所以我 husband 互伊媽出的時安尼款啦，無聽到我講伊嘅嘛。แล้วรู้จักว่าเดี๋ยวจะเรียนสูงสิฮะก็จะยินดีมีกันสิว่าช่วยเนี่ยฮะ discharge 出來啊ฮะอีพัฒนาไม่รู้โอเคโอ้โบหลังจากว่าไอ้ไม่เอย哦，他只看你 sister in law，อี叫ว่า mother in law，我叫你媽電攞拍，會隻看你，我講嚇，แล้วว่า佢講 OK 啊冇數，อีจีน่า surprise แล้ว佢哋講他佢哋掠講嘅啊，伊就講 luckily 啊，我做只係功德啊，所以有護法神啊，แล้ว不止然啊，แล้ว講我大伯叫有掉咯咋，แล้ว伊就教我人偷咯，但伊講我 actually 是要做話，แล้ว我大伯囝伊只念我嘅嘛，所以伊有掉咯咋。แล้ว伊做咩嘢咯？就伊學呢一項物件，伊阿妹吼特掉伊點起來跳米蟲，因為米蟲係 spring 一支起來啫，叫尾話俾壓死嘅米蟲係講，咩數 spring 啊，佢哋插落去咧。แล้ว我人都唔知，แล้ว伊講咧吼，我人伊甲我講咧。去攞刀咯啫，因為光頭未食誒做了誒。哦，伊就俾慢慢解嚇，一步一步嚟。咧伊個你講個落股啦，嚟你對起你特別做下面嘅，伊教你誒啫。咧伊個，佢俾人講叫變咧，換一個叫 master 王誒，伊來，伊講因為厝有人帶物件嘛，伊掠伊來掠嘛，喺樓頂啊，伊好了，因為點解我做記者嘛，對，伊夾迄個。叫人啊，夾咧馬吉他，頭我為頭起來吼，帶物件就為驚旁邊啫，所以驚嘅旁邊啊有物件，所以幫咪咧個講，你旁邊咧特別叫人去 clear，ลูกก็會好勢喎。แล้ว我人嘛是去叫咯，แล้ว我本時有奇怪，做咩數隻馬吉他上個特別抱起來，แล้ว爬แล้ว哦，扛一下，一下殼扛一下，แล้ว上個撲咗。แล้ว就是叫要做個伊旁邊個啦，別嚟撲咯，會叫人做了嗬，頭做係嚟八腳了咯，就是做翻咯，แล้ว做了嗬，一隻好線呀嗬，一讀冊係咪個啦 OK 嘅？一陣一 standard 5。一幾歲 standard 5？只空個年時一 standard 5，嚇，แล้ว就是咯，嚇แล้ว掉了嗬，就也嘢嚟糊咯。แล้ว我人就特別是我們就常去啊咯，去啊就是有看到安尼物件咯。你去看人別個人去解嘅，แล้ว迄個地圖嘅咧吼，就是咯，解去是只係接 custom 呢，伊就講咯，我買去咯就，伊就講咯就，แล้ว伊人就伊 parents 本去嘛，我個仔 parents 只多隻嘅，媽只多隻，掠了伊哦，แล้ว custom มัน就車件 ，because 咩數？成個路掠係咪人嘛？แล้ว看是講伊查某囝好佳仔，伊人有嘅石鏡子有係咪啊？哦，驚只去做機。即係嚇，伊人講嚇，因個查某嘛。แล้ว一頭掠到下邊呀嗬，伊就考啊，直考，แล้ว伊就也最破喲。會哦，伊去上地會哦，還是我冇得呢？伊是個送家，一隻接冇得，一隻講啊。because 下邊啊，伊 because 你知咩事？我係小妹翁哈，伊身軀真驚人誒，伊一個當然啦，10幾粒，上波誒。哦。所以這伊車，伊就想直驚，然後我人本身 ，because 我一後尾，我甲我 husband 兩人去，我驚無去。แล้ว因為伊是迄個 7 seater 嘛，แล้ว伊我想我就坐頭前咯，所以 center 伊人就坐3個咯，所以坐3個啊，伊就查某坐 center 嘛，แล้ว伊就看伊直轉啊驚，แล้ว用時好等嘅聲嚟，我買可能好物件嚟，伊會使家己一個咪，我人個啦點不唔敢係咪啦？把我人家基本有念經啦 ，because 我人有去 meditate 嘛，
所以我人就家己阮念经咯。咱去了一头甲生了吼，佫则掠伊骑车咯，掠骑车了，就一头来咧去甲松家咯者，到伫松卡遐边个位个。了迄个一去尔吼，啊未接呢，则因为伊路骨特别那边上甲 forest 安尼款安尼啊，来去个咯者。kampung 路啦。哈，kampung 路个者，一个狗尔吼，我落车尔吼。伊咧公头伊上个知哟，伊一头脚最破伊啊！伊知就是欠阮啦。哈，伊一破伊落去啊，伊规个人女啊，毋知人去，毋知人啊吼。你有惊呢？你话记你哦？我袂记你个，你莫问我即个物件。我是啊。你是只兴趣，你看到我佮你看到，只记者啦，可能都，都是只个记者。看了伊咯，咱看伊规个女去。咱都还未到哦，伊出国阿个差不多行，我要行去对面就回你知哦。伊后来啲来差不多超波秒，阿个有20-30triệu回你知。伊来呢，伊就破伊咗，แล้ว就伊那边有 assistant 的嘛。伊拿你来跟伊掠伊就去啊吼。我看伊念经吼，伊讲啦，伊虾米啊，伊会上个地图呢，到啲涂骹，啊白啊，啊แล้ว伊无惊，伊一直家己滚咯，直滚伫涂骹咧，然后讲了吼，伊无做半项个，伊干那念经了咯就，念啊吼，到后尾时我看伊件毋知虾米物件啊，一粒物件呐，毋是葫芦来个，应该是牙开个咧，款物件吼，看伊上个有一项物件，毋知啦，我无看着啦，是我小妹翁啊。伊有淡薄阴阳，伊讲迄个魂啊，入起来。哦，像个烧起来。烧了吼，了伊就毋知人困了。了后尾看伊叫伊买迄个金啊，金箔啊，泰国遮济咋，伊个安尼一托番啊，无伊搭伫伊迄个伊头吼，伊个迄个伊人迄个光头生咩，无动你查某个你知。样是大波啊！大波啦，伊无动你查某个咋？伊是夹一支尖尖的铁嘛，那长长的啊。无伊叫你爸母啥？你夹了搭迄个买个金箔，搭伊遐头遐。伊夹。哈，迄个哈，伊讲叫伊买迄个啊。แล้ว毋知食安尼大头了。哦。伊头啊，伊念经啊，伊夹一支茶汉拄了尔啫。哦。安尼拄了尔哈。伊遐吹啊，迄个金箔个咱入去身躯。伊遐到遐位。哈。遐到遐位。但伊遐无金伊咗，咱内面个金箔啊。伊讲甲伊拍金就去互人民做伊。我人本有啫，我人本有做啫。但伊啥伊叫我人啦，伊叫我人五地尔啦。伊几塔。哦。有得个，咱身躯了啥保护咱啊。哈，我迄个有影神奇个咯。了，哈。那是我第二道去时啦，头一道伊是讲有转来，你特别去找人，咧我就毋捌人嘛，咧我小妹红到空头，伊就迄个接大草哟，伊来甲我掠3600个。我哋买3600个。哦，3600箍啊？哦。你来哈，伊有影好料个咯，了因为伊讲了嘛，我起来看落啫，我看到袂惊，伊点起来跳啫，别怪伊只黑眼圈啫。我哋唔知啦，看咩？伊跳到5點嘅。喲，1點跳到5點啊！咪穿。但所以吼，伊迄物數黑眼圈，啊無。未困，你都無困，讀冊個無精神咯，我看。伊係啊，美國那好啊，就是那款咯。哦。後尾吼，伊變咧 flyer 嚟嘅，小水變咧 flyer 嚟。我了就是吼唔知嘛，咧伊講互我人拍伊就講，你跳未成，伊講都無跳。叫我知啊，我幫咪看到我家己手滿準啊，แล้ว就問伊唔知做蝦米哦，แล้ว佢俾我就甲伊講咧，伊就找一個叫 master 王專家講頭嘅呀，แล้ว來咯，我伊一來爾，伊無伊有去上，但係伊唔是上人，伊上個是 master 王嚟叫伊，我伊大觀念頂嗰邊當佢無啦，伊專家咧好嘅人做，伊講我算咗3600是，你無你暫時我有影是。食水生活了，因為伊講啊，你看我去陣時我點弄起來啫。哦。
因为伊人做物件伫我车做方面个了，我唔知。伊要互你死就对啊嘛。然后我问，我都无介意做半项，我也无介。伊讲啊，即你讲伊，我唔知咧。伊讲迄个查某前世是我小妹来。哦。然后伊食拄子，我巴西洋话晓。然后伊然后伊当家，所以伊食了死哦，伊就上了尾无甘愿啊！伊袂使看我好过伊就对了。安尼人本有，即里我mother-in-law都无西洋话红诶。你小看即间厝啦，顶到伊爸互我人头家类60,000买即间厝，伊讲互伊诶啦。我伊只国外名尔吼，伊甲我讨100,000啊嘛。嘛。伊嘛。伊讲因为我是活人来嘛，所以迄阵是我拼的嘛，也无看拼保守拼个了。我甲伊讲，互伊着因为是你有手有脚，会做尔嘛。你用你 happy 的心去做，你免去欠人，免去虾米嘛。但所以吼，我一定风莲啊去浸啦嘛，就是安尼款，因为是啊，我tìm伊了吼，我免顾伊第时汉啊，我会去做工啊。哦。条件来做呢嘛，无。那个就愈大愈就是伊大了，伊做几做过，然后后尾我人一个时，然后看伊个讨100,000时，伊讲讨100,000时，我人甲讲慢慢行啊。伊个爱immediately 3个月无，伊爱算10%。哇！所以无白哈。然后迄个地图诶吼，讲迄个地图诶啦，然后伊就安尼看了吼，伊搭咧金落去哦，伊请起来咯。伊条车行咧是啥物所在咯？但是你请了吼，伊佫甲伊讲，伊无彻底过了咋？然后伊佫叫伊吼，最好是，互伊下去出家。哦，暂时人暂时出家。伊叫伊啥物事啊？伊因为这查某吼，伊看是伊会甲你讲诶，因为伊会食重卡麻。哦。我甲知，伊是标福建话诶咋？伊上人迄个上人甲你偷讲诶啊！我小妹翁会晓讲上话，我小妹所以佢讲上话啦。伊人5年翻译互我人听。翻译互你听，哈，伊翻译咯，แล้ว我人伊咧伊做了吼，就好事了咯，就好，我人就无事了咯。攞豆啦。哎呀，我做攞豆，แล้ว伊個水煙都包诶嗰只。哦，好。แล้ว我做咗攞豆好了吼，特別伊有甲我人講啦，你人愛。伊伫遐食邪不胜正啊，有讲。对啊。邪不胜正。咱特别行，咱特别行正咯，你莫。所以邪的人咧吼，伊袂赢真的人。哦，所以你莫去也邪拄邪就拍来拍。拍来邪袂赢正的人哈。แล้ว伊向讲咯，แล้ว我人是一路来慢慢去行，所以我讲。哎呀，伊家己做，伊家己有卡嘛，所以讲伊一个是虾米前世啦，所以我本无去管伊咯。所以我mother-in-law咧，当今老了啊，伊甲 feel 得咯，伊家己讲报应咯。แล้ว我人要是伊着个半时本伊家己，因为伊家伊类伊互伊个了家伙个了，我人爱淡诶赔500,000诶，伊互伊可以买3D诶厝，了。伊夹个了啦，伊start赶出去咯。伊个再就对伊好。哦，伊把你惊，把你伊摊掉伊，哦，摊掉伊，敢若是当兵伊家伊查某囝，我毋知，我无管伊。嘛去食伊啊。because 啊，伊，我本无希望伊虾米事啦。因为咩事啊？你jealous啊？你虾米啊？你家己自己都本有。直起来咧。哈。我心想吼，正我未接，你做虾米我未接就好了。好着。呀，伊爱钓咪就是伊家己输，伊家己卡嘛本会钓。水来哦。了你 mother-in-law 够钓。哦，90歲啊，90歲啊。了。發揚過。當今伊你小弟個了，伊蝦米類個了，學伊本娘個了，家摕去個了啦。我无管伊啦，迄个是一个，你看我爸啦，死个查某囝一路嘛无，伊敢若互查某囝。我我去家啦甲伊，来去吼，
人囝会读册啊，伊人家己会晓啥物就好啊。because 你死嘛是攞起手空空去，袂做半项嘅嘛。對我啦，我是想想啊，但所以吼，你心較清本安尼款。我感覺是啊，一食就要食，顧家己好啊，莫留來啊。使我看到路人啊，actually 啊，有影扮樣來，會行會 happy 啊 ，enjoy 啊 ，actually 這個是一個第要緊。學嚟啊！因為我看下有影就做迄個做人呀，個了無誒。像講即個查某吼，伊嘛做人啊，伊家己攏著到半死。伊著到伊吼，伊袂濟啊，伊逐日伊骨頭痛誒。了我媽在因老啦吼，伊本事誒，我甲你講啊，伊人講咩幫上吼。幫上啦。你知我有一個學生啊，陰陽眼誒，我知。陰陽眼啊。目睭看得唔見。哈，了伊是叫我教伊面類誒啦。因為伊甲我講，伊厝無鐳，伊唔會使教伊哦。我講condition 爾嘛，你真係愛讀冊，唔會使教你誒。我著在伊堆。個包仔嚇。because 什麼事？伊聽到伊人報時話啊，毋知。聽了伊才暑假來，แล้ว伊爸母袂知啦，伊個無鐳，無知掉。แล้ว哈，แล้ว伊個啥？特別這囡仔真係 appreciate 啦，伊真 appreciate，當佢到沙拉我做老官嘅。哦。แล้ว伊甲我囝白會，伊是甲我囝白會，แล้ว伊就上愛參啊教伊哦，แล้ว伊頂到我陰陽眼嘅好在，แล้ว我細漢就看到。哈，แล้ว伊頂到無甲我講。แล้ว伊畢業了時候，伊較早大陸工厝嘛，住喺這邊嘅 houseman 嘛。對。伊 houseman 查某來，แล้ว伊 houseman 了吼，伊有閒啊，伊有時啊，伊教師節啊，伊就來visit我新家，伊來咯啫。แล้ว伊就來，我自己就看到我mother-in-law咯啫。哦。แล้ว伊就時候就聽到吼，我教我mother-in-law啊，我教我mother-in-law咧，我無事無解講話，因為我袂解講話啊，毋是，你解講話，伊你聽了你心只，你想你記伊，了個袂記啦，你買互伊衫，你知啦，我學生食飽送物件嘛，了，你就人互你嘛互人食，你食袂起嘛。哇！伊食起紅嘅啊，你互人食。哦。會來心肝會。會哈，了吼。我先互伊建議，這個建議我會互伊地好誒。哦。像你我互人食啦，哇！伊真係去講，家己咩，哇！伊就咩啊？了我食無爽誒咋？我講這是人家的，人互我嘛特別互人食。了我嘛是上個人講，實你互我寄互你食，你本互我物件少我，無你食飽叫我過去買互人啊。了我食這種禮尚往來，我莫講，哎呦。也我是應該款啦，我食坎坷啦，所以我嘛是，因為我一直食起紅咯，所以我食無暑假無管伊啦，伊好是伊事啊，我做啊咪，所以往時哈，伊也是蝦米咧，我會蝦米伊本嚟講，這東西是我的，我有權啊，我會起紅本啊，往時，啊是講我買做咧。伊就真係有面啊！伊行較了咗。哦。我感覺袂使呢 selfish 啊！你袂緊，你行，啊是講來食我互你袂緊，你莫一食袂起啊吼！生個啊歹，伊較去互人，我真係我較起互。所以吼，我無管伊咯。我看到呢，我甲我阿孫講啊，你嘛做呢物件咧，我食起互嘅啦，所以 sorry 啊！我是假的嘛，你就知，伊講清掃出去的嘛。真義。啊，所以就伊本無事教我本啦，後頭買咯。因為我心上我 life 啊，毋是互你事教甲無事教。對。所以後尾是，伊就是你看到伊來有時候，伊來看到我mother-in-law咯啫。伊就甲我講，老師啊，我跟你講一樣東西啊。即係伊波士唔是無大個人個，你伊細漢波士唔是你因老有大個人啊無？伊頂到就是，我就是甲你講，頂到吼伊大一輩，伊教英我本佢大一輩，我個解洗衫，我煮互伊食。所以伊波士囡仔知是全部咧，頂到啦波士唔是有看過伊。波士囡仔是無看到我sister in law，
哦，特别有看到伊个你 mother-in-law，OK，OK。伊看到妈的。特別你先生攞不大個證啦，教英國也不大個證。伊來是看到你先生咯，這個路過。佢哋 mother-in-law。伊看到我 mother-in-law，即是過一代。mother-in-law 你哋就搬出去了。แล้วองค์時吼，迄陣時伊個有來，因為我拜拜唔關蝦米事啊，伊有來。แล้ว迄陣時我人有落地，一人過3禮拜，一人反正落地誒。伊攞一個小弟一個姊呢，我 husband 一個小弟一個姊呢，แล้ว嗬 ，OK 啊，無關啊，伊來，แล้ว阮拄好伊來，แล้ว伊就到口行入來，แล้ว看到我娘伊條車嘅，แล้ว伊過後時講，老師我跟你講啊嗬，你咪得罪你mother-in-law㗎，伊就甲我講啊咋，伊講啊，伊入來啊，伊言情債主真正濟咋。伊個骹遮坐迄個人啊，拖了伊說，伊骹遮疼遮，伊袂驚呀，伊驚到遮坎坷，所以伊甲你講，伊爬樓梯咁樣真正坎坷的有遮。那伊講啊，你如果跟他講話大聲啊，那個人會打你的。哦，你知？你是講伊只坐啦，啥物物件調伊嚟看，你若是甲你mother-in-law講偌大聲，伊調伊物件可能會做你。也是講阿款，吼，แล้ว叫尾吼，當今呢，伊老人啊，有影啦，你看下，伊當今啦，伊家己懺悔咯，伊懺悔咯，แล้ว叫尾時我有甲伊姊講啦。我甲伊姊講，伊姊有甲我人講得嘛，แล้ว我有甲伊講啊，你嘛食幾份啊，就甲我跟人節安尼款啊是，แล้ว我講買伊姊幾份啊，雙面人啊，你知我家掃嘛，我講你人啊，當我講頂到甲你講，伊姊會驚我咧，嗰時我教起來嘅，因為伊人 English education 你知。比較。你教伊驚長人啦。讓他長人請嘛，我跟他教華語嘛。我看我幾乎就巴薩是我係厝人家了的保姆，伊人參包只，但所以就是嗱，我就是去買茶粿，我暗暝無閒，你人講要買食飯嘛，人講姨婆，無姨婆我要吃麵還是粿條，我嘛去炒粿條互人咯，我嘛參炒個囝，我走個囝有一包茶米粉對啦，伊講伊要食米粉嘛食粿條。所以我叫我去。我學啊。好吃啊！這好吃啊！了，我就後面了叫尾時我就甲伊講咯。我講啊，你因為伊家己講報應了嘛，了我甲我翁講啊，當今這個環境伊袂趁大啦，伊袂所以來加菜啊嘛。我講愛興。我去 remortgage 了嘛，mortgage 了嘛，我無 mortgage 我袂啊嘛，表示我厝 settle 了嘛，我 mortgage 我做你 bank draft 啊，我寫只字利息嘛，如果愛我嗰只㗎，唔通啦，唔係啊，確定啊 ，interval 是 interval 啫，有誒含，我係物件借啊借咯物件，我知，物件就真借幾隻黃物件，你啲黃物件學到我家己無好，了嗬。了就是安尼款樣吼，過後我人甲伊講，你 better 帶mother去收貨啦。了加懺悔哦。可以 repair 啫。嚇，了當今啊，伊會行伊卡起了。你講冇似以前好艱難行伊講好痛飯唔著得啦，蝦米啦，困都未啦，蝦米嗰個了，แล้ว當今個慈祥啊咯，แล้วแล้ว我是叫我翁去甲伊懺悔本啊，因為頂到時伊討論時，因為伊有一個主做路嘅，伊講啊是你唔知咩3禮拜吼，你無還一條鐳，特別50%。無你就買望類驚出頭。哦，佢俾佢綁落。curse 位大波驚㗎咋？哦。我翁講啊，你樓梯砰，我家己就車驚。แล้ว就係講，你無錢我無義，當今你出，你無互我後，我行，我馬上去銀行做你行咯，我互你出。แล้ว反正伊嘛就出了咯，無過意了咯。แล้วก็ไม่สิ。last 2 years 啦，
last 2 year 我就叫因為我感覺就講你去修行啊嘛你特特去念經啊咩啊你抹成10年啊你無甲伊contact啊無 telephone 咯咋我本是 feel 無好啦所以我就甲伊講tapi actually 伊會罵啦巴肚啊卡子啊到啲攞罐厝啊講按2禮拜時啊我本是叫我合聲嘛我唔知你捌應該捌所以我就叫伊伊個 boss 是 because hospital 嘅麻醉師來了甲伊講者伊 immediately 甲伊做咗隻 operation 咗啫做啊迄陣時食久嘅時啊把路出無久呢伊卡子時伊個講我做伊光頭嘅解咗啫伊個甲他們講一家媽的講來我沒話你怎樣弄你的媽的你跌倒我不他跌倒不是在我的家我也沒有 belong 我也沒有 belong with her 我怎樣去給他跟他跌倒แล้ว我講因為佢伊不是講我啦แล้ว講我明白啊แล้ว所以我就講แล้ว你在家做不以為然แล้ว就做แล้วโอเค啊แล้วเขา2年前我叫 husband มากับ伊มา親佢咯แล้ว actually 10年來啦我啷做 donation 啊咪啊我弟弟係伊嘛呢我甲伊講這個是前世啊 because 你看咩點到喺你空頭啊伊有講嘅伊講你媽得來偷錢甲你偷錢甲伊甲我 husband 講啊但是我甲伊講啊你行了了啊better 你本時去甲伊懺悔啊哈你希望啊阿斗咪過來做爸母啊免做物件啊แล้ว伊個驚咗伊個驚伊媽咪伊嗰隻伊個驚咯我講你免驚因為你修間嚟看呀嗬แล้ว伊就是2年前咯recently個有來我當今特禮拜有應去看伊咯伊就是甲伊媽懺悔咯到伊媽生日嘅時啦我講你甲伊懺悔講你生日我人雖然無互你錢but 我人弟弟用你名甲你做遮濟保事啦for charity 啦起廟啦蝦米個了我人甲一係你名我那甲伊講咯แล้ว甲伊講對過去是對你無阿咪甲你講 sorry 咯我伊嘛激動伊嘛激動แล้ว叫尾 last year 新正伊人就叫我人去食飯啊咯 gathering 新正 family 啦but 我小弟我無來咯伊聽到我來伊無來咯แล้ว伊小弟來啦แล้ว來啊我唔知無關啦but 我是舉一個 opportunity 本去甲伊 apologize 咯懺悔本咯 because 我本 feel that 講你嘛定咯since 我無錯我蝦米本好 but whatever 你無講我本好我本甲你懺悔就講對我頂到有對你弱嘅我本甲我檢查互伊啦我去一個紅紙啦我講我甲你檢查互你一個紅紙我甲你懺悔 I mean forgive 我一個過來伊講好 OK 啦我就是我心本放啊咯because 你係你受戒因為你受戒啊你有受吼你แล้ว你 last week 咧就真係奇怪長物件咯伊紅響日攞卡手指啊來互我行講伊老了伊互伊人紀念咗แล้ว伊講這個是伊家我 father in law 頂到搞用嘅定手指伊講就互 elder 是 grandson 你愛知我囝啊出事到當今嘛唔捌野過伊紅包嘅啫真正伊無互到做嘅得啊你看伊互伊嘅外孫啊安怎無互伊啊伊就講媽媽伊人講有人叫媽媽你給 Adrian 紅包怎麼我沒有伊講你要你就去就是紅包人內面寫一條紙用功讀書哎呦互伊你隻囡仔日了是切因為迄陣伊 standard 1了嘛แล้ว我就沒有伊無做工你買 expect 人啊你講伊互伊我講伊互伊是伊嘅事你知所以變咗你知你互囡仔細細漢啊你就一個 unfair 嘅物件出來你知แล้ว落尾last year 伊互
互我人逐人红包咯。我家己啊，早生物件，这物件啥？แล้ว當劍下，對好來感化。แล้ว當劍下，伊拜佛了哈，แล้วกะ正แล้วผม看伊面啊無啥點到你響啊，有影啦相由心生的咯咋，像迄個人吼，伊地拄的時候，伊目睭上個土的咯咋，伊譬講地上個要香氣，反正啊，我本袂好，我本啊特別你看到吼，你會知講這條人冇對片，無對片的啊。你做了時候，第二道我人個去咯啫，伊個same time嘛，你去啊，第二道你個就去，因為伊條來唔知兩道、三道 depends 看。但係迄個查某唔是快啦 ，because luckily 啦，伊 father 可能會曉啦，我人去時吼，伊拄好佇要去一間，伊要唔知啥廟啊啥物啦，我人就一人唔知互伊200-300塊，伊大波互較濟啦，伊 father 才互1000塊。所以唔知是毋是做啊，一個錢啊？at least 我大下並本感應着咋，但係迄陣時我無講就有鐳啦，我人是係講幾人50，但แล้ว紅包一人100名，係single name，係300塊。แล้ว伊無伊是係一個查某囡仔名，1000塊遞落去咋。馬來西亞ringgit就是台北啊，1萬了咯咋，真少呀。所以 maybe 啦，伊想個計，伊只偷嘢卡麻煩咯。แล้วอีหาไอ้ตัวจีเต้าเขาอีตัวโอเคอ่ะโอเคแล้วสิเขาเดี๋ยวเกี่ยวอีคิดชูจ้าเขาน่ะกี่อีสิกี่講看病人啊去上個還是在家還是蝦米咯แล้ว我想我就出去吉祥島咯吉祥島就是睇你往去嘅位咯特別伊比我較早去上地位啊哦800-300塊哦 OK 要這樣是必經嘅哦伊是大 forest actually 我人 fasting 啊，實當佢話 fasting 啊，我有不時嘅咋，แล้ว我人講特別做紅嘅嚟咋，早起2件，暗暝2件，แล้ว食菜咯，แล้ว攰啊1點食了就冇食啊咋，咁嗱會使啉水呢咯，你袂使有擺物件加啦，爆物件袂使嚇，แล้ว冇食到幾時啊？嘛就早起嗰隻 continue 啊，反咯，แล้ว我人有 meditate 啦，係咪咯？有 meditate 咯，แล้ว actually 這裡啊，有影互我人看到真正這物件 change 個了 ，life change。像誒 ，actually 嗬，Catholic 本有誒，伊人到底上個耶穌誒受難日嗬，攞着許願啊，一月節啦，有誒是講我賣食肉，有誒講我賣起哄，有誒我賣罵人，嚇。寫咩這裡？嚇，這裡是寫咩？相 category 來，所以我人是除了泰人嘅咯，我人除了泰人。泰人呢一 calendar 咯，嚇。甲人蝦米我哋講認做啦，家己即個敢若嘛是啥？แล้ว聽講安姐這查某當今無夠用。哦，你地拄誒，你地拄誒查某。應該當今啊，我看伊當今。迄陣時伊13歲呢，2007年是。哇，佢是第二本哦。40歲來了咯，差不多。買個大條魚，就因為伊去，畢竟伊去受兩件事，伊都唔滿意了。你直直去做義工啊，咯當今。做好心嘅物件就對啦。就是哦。伊就要相信啦，伊也相信，伊就會平靜啦。แล้ว有人佢未相信，佢咪做啦。伊個 parents 啊，伊 parents 相信啊，有誒無相信嘅啊，丟個死本有誒。無相信就係。像 actually 我聽到我人睡房間嘅，我媽是我細漢啊，72房客嘅。像你入這間厝，多間幾間 family 做啊？無一間啊睡互人，一間睡互人嘅。有一個嘛是像伊條，伊上個是條賣標吼，แล้ว suddenly 有累起來，แล้ว唔知是伊下底啊做伊公頭，哦，แล้ว壓嚟累吼，呀哇，嚇，แล้ว佢俾伊去個人上個假錢嘛，上個去個人做，領導無咩咧嘛，無迄個。當今有 Indonesian 啊 Cambodia แล้ว伊就去人嘅厝住咯，人做工做啊，佢俾老嘅時候，伊就是死嘅時候，伊死嘅時候，我再講吼，伊丟甲伊會家己講話，會家己蝦米
啥我顶面搬一球啊，伊哥唔讲伊条光头诶，你知？但是伊毋知讲伊是丢咧迄个为翁讲无知着，为人即啥鸡蛋啊，伊人是惊迄个斗诶啦，伊讲无知着卡无伊咯，แล้ว伊也是过去时啊，伊就是人主讲哈起笑，但是伊无害人啦。แล้ว即球咧吼，伊死诶时吼，伊讲咧伊死时毋知是心脏病吼。伊说是伊着上个要去开门袂开啊，伊定去安尼款诶。我就讲我人厝是毋是？哈，แล้ว嘛硬弄开咧门时，แล้ว伊嘛规个人倒去时，伊着是喺咧开门会行个手啊，แล้ว伊不一白嘛，一白行啊，แล้ว就叫迄个，你只人讲个叫拖工，困过菜啊，你只迄个死人定啊。你拖工了嘛？伊人就女啊！即个我本是顶到做记者，我捌访问过者，我捌。呀。嗰嘢拖工按怎做？你講念啊，死人嘅即個，然後伊就甲伊念啊做了，嘛係入關啊。你只入關啊，頂到時個無燒嘅嘛，即係講只細漢嘅，無燒嘅，迄陣時個大。你只真啊奇怪嘅時候，你觀察。要落去土的时，然后伊阵时因为我小妹和伊的即条死的子是做客家的嘛，领导人家暑假嘛，上个我讲有客马的嘛，对。然后有客马啦，因为伊大个人厝本的嘛，我叫马姨啦，哈，然后伊叫客马叫马姨咯，哈呐，然后伊就讲啊，因为伊咧迄叫安宁姨啦，然后讲来人家一摆土。掂落去，迄个土诶嘛，讲啊上个去归土啦，下面啦，我人，แล้ว我就我人掂一个时，我听到观察内面个，放我出来。哟，一声讲我一声，哟，好，แล้ว迄个西讲，别人有听到，只一人听到啦，แล้ว讲是毋是挖起来？แล้ว嗰只开关咯，无喎。迄个物件嘛，迄个物件无死嘛，哈，伊叫光头诶啊。迄个物件爱叫伊放。伊开起来毋知走出来哟，同啊，开起来。开应该是走出来啊。哈。แล้ว哈，แล้ว因为伊人成个是活人嘛。然後啦，咁無插咧，聽到人叫。點解國插定掉嗬？是真係啱啊！有隻未使，因為冇嗰思維出來啊，接伊流嘅啫。แล้ว特別嗬，伊攞錢呀，即係因為伊無夠用，無咩，伊人本無，我就應該是3節啦，因為你貴了，如果是講阿妹死，就是1節了嘛。我人是未曉什麼，我唔知啦，就係講半阿妹早起啊，你媽就去出了嘛。哈。แล้ว我唔知啦，伊人上個是叫我人囡仔閃未使看嘛，開關啊，開棺材頂棺材啊，未使看誒嘛，嚇，แล้ว我人本無看到有開無開啦，แล้ว有人講開啊什麼啦，แล้ว我媽就掠我人個了落山啊，媽媽互你看。原來個未使看，你山棺材都未使看，並唔走嘅。แล้ว我唔知啊，我是冇，因為伊就叫我冰啊，我人就媽個，แล้ว我嘛嚇，แล้ว頂到我就講我嘛講下是，แล้ว我問蝦米事未使看，แล้ว伊講看甲頂迄個面走住去咧先，我就頂到老人啊，自家騙啊騙啊，嚇伊啦嘛，叫媽打你啊啦，嚇伊嘛對，所以你得到講嘅嘛，嚇，แล้ว做咯，做了嗬，嘛冇看嘛唔知咯。แล้ว有出來無出來，唔知有蝦米啊？แล้ว就講安尼款啊，我人聽到，我講安尼伊無死喎。我聽到一聲。我聽到。แล้ว我就是講，媽媽，安尼伊無死。我講講個大聲啫。แล้ว佢咧人看來看去，伊唔是，伊到底伊人是。因為伊丟迄個物件哈，伊起小個時吼，伊會講，伊會蝦米啫？伊唔知個啫。但係我甲你講啊，光頭啊，看者。伊丟咧幾年哦？我講你即個邊，伊 parents 嘛講伊驚着光頭，講伊 neighbor 做。就是安尼款了吼，無
无看到，毋知啦安怎咯。迄阵细汉无嘛，但比泰国看较济啊。泰国看佫捌着的啊，伊甲伊的即个法国的啊，甲咧讲到是掠啊，法啊吼，用掠了以后，配烂啦，虾米本诶，但比伊人无伊，假是我看诶啦，so far我看甲了是，伊人无同意诶啫，但比伊遮边仔遮一人看诶啫，也是有人来啊。啊，无着甘榜人知啊，有影，伊人一传十，十传百啊，也是掠。了吼，伊人是远远啦。了迄个人吼，伊迄大啲沙地诶迄个，啊，伊讲啦，伊食歹啊，有诶啊，伊讲。了看伊迄个，你听过一个莫娜哦，食。莫娜芬迪啊？哈，莫娜芬迪就。莫娜。伊讲伊只巫女巫婆，你看你会记？顶头嘛报纸写甲只广东意思咯。哈。这剧本是真是有法，真是有法了啊！我人顶头本捌看到伊，我你做记者还是？你怎么我做记者？哈。但伊告诉我无。你扎人家遮边，我物件像我记，我毋知到落扎人家遮对面有一间厝的嘛，对。伊是槟榔人咩？伊毋是槟榔人啦，伊是四家去的。伊逐摆你会记莫那番啲，逐摆伊面，你报纸还是面咧？笑笑咧。伊哈。伊马达咧，伊也是面笑笑咧。伊的法术真，我是，啊，这里我看过伊啦，是因为伊着掠是。哈。因为伊食人肉嘛。哈。伊杀死偌济人啫。但人家遮对面就是咁吹到遮济迄个身躯。人骨到底遐边啊！你大一啖只麻花诶，是虾米？到底只人家只对面。伊有法术啦，马达佫要看伊诶法术个，佫你讲啊，迄阵时个，哇，规个迄个报纸啊，飞飞腾腾。哇，讲下，你会记得济？无啦。无了啦，嘛佫有，顶头啊有电视诶嘛，伊人一头还无了嘛。所以你捌看过伊？國 case 嘛，伊個 case 到邊頂啊？冇 KL，OK。那陣時我落去 training 嘅，往時我人就落去嘅嘛，開會時嘛，那都好有了去看嘛。我是要去看伊嘅風采呢。Because 就貴馬來西亞報價真正大。伊毋是水，你看到是你是熊，伊嘅目睭吼，伊會一個。我看吹報紙有你看，我吹 internet 有你看，你看到你就知。你報紙出只我頂頭就正式都看到了。追蹤嘅，我特去追蹤嘅。那我是要去看伊風采呢。伊本是做講嘅嚇，伊本做講嘅嚇，伊家己做講。伊做講嘅，伊法術只一關嘅。如果是找到伊嘅人啊，找到伊人做啊。只扛箍頭誒，就是報紙寫嘛。所以嚇被判伊誒人啊，伊就是去吞落去腹肚了誒。因為伊講伊特別食人啊，用人嘅力啊來，伊靈啊，該關嘅啊。嚇，แล้ว嚇，伊笑啊，伊人講啊嘛，伊誒邊啊，個了就是伊啲食了，迄人個了對了伊誒，聽了伊指揮呢。所以伊食人肉，伊無是刣死嘅吼，伊毋是刣死食伊會肉，伊食咧肉，食割淡薄伊肉來食，control 咯。伊就是死了，食伊人肉了，野人骨去刣嘅。伊 court case 就是 because 伊 murder 嘛 ，because of 安尼一骨頭咧，幾個人啊，你70幾啊，17年是70年未記啊。我會記得對。真正濟就對了，那個是少年嘅。少年嘅到人。哦，伊查甫是查某母啦。伊是查某來。無，伊刣死嘅啦。查甫食個了。哦。我冇聽過喎。伊叫咩婦女，係咪？逐擺出報紙就寫咩婦女？伊無食老嘅啫。哦，佢食雞吧。雞吧啫。雞啊。23歲未老個了。較女。咁那囡仔都食6個6了喎。那就是聽了嘛，說看我食人嘅肉，人安怎啊？去看者。去看者，
晓得名落去 KL。因为伊阵是我同学嘛，伊是做国 K 社嘛。掠了，不判死刑了。无啦，伊一个丢落去尔，伊人真正快，咩2-3礼拜内面就互伊执行啊嘛。无个做怪个。袂诶，伊做几时？伊迄个人讲幽灵啊。你甲伊名嘛？其实即个公头个了啊，你看迄个泰国个啦，伊人有诶是饲规件诶，了有诶是甲你讲，其实咱规个咯啦是迄个个了灵魂个咋，是讲你看袂着尔个咋。你看袂着尔个咋。其实我细汉我做记者时啊，我往时偶尔会看到个咋。像我曾经吼上坟山，我人清明个嘛。上坟山拜我骂你知哦，你知影清明啊，到遮我拜人拜，你感觉着清明人啊，养去清明啊，伊人就野甲规大堆物件去拜者，拜了吼，伊人大下边啥比你，对，是啊，你知我看甲了边啊，我看无我骂你者，来遮人本毋是我骂来者，我看甲了你者，看到咧来人个呀，了。贵哪还哪，有诶个红教诶咋？死人，我知伊是死了啦，特别你会知，你会分别讲叨一个是，你看会分别，你再讲叨一个是死了会魂来食，叨一个是像咱普通人，你看会出。伊人无穿衫诶。伊人无穿衫诶，伊人根本无衫穿，围腰个骨头诶。我才讲我看你啦吼，我当今仔我拜我father in law啊。我无食拜死人诶物件，还佫有迄个切过诶啊，海水啊，我本无食诶。因为吼我看，伊人毋是食，伊人翕诶，伊人死人无食，伊人是味，扫入去。伊人无食诶。喊啊，所以吼，我无互我诶囝食。所以人会夹物件起来，伊人无扫安尼啦。伊人是拍落去。拍落去。咱哪有通食诶物件？就是嘛。顶斗细汉时有啦，当然无啦，晚咱通拜食拜。我今日我厝诶翁公我拜啊，鬼子啊我食啦。我去庙啊，我下了诶，我无夹对啊啦。了庙伊人，我庙本真正坐迄个，因为我。咱庙去拜咧翁公，伊人拜啦，我哋规件来食。规件。咪几件啦，几呢？伊人是袂使叫鬼啊，伊人叫幽灵。幽灵啊！伊人叫幽灵。魂啊，叫。啥个？人讲啊，迄个有人讲，虾米罗车公跳动啦，虾米啦。其实迄是幽灵来。罗车公食饱入去身躯跳动啊，你想那实在。是伊人啊！你知你身躯清气啊，轻啊。这里我就是因为来看了，吼，我做记者了吼，迄阵是我家。物件嘛，宝石嘛，了查某囝要上到我啊，看呢着，偶尔会看到诶，了伊就是看到，了伊嘛无相信，咪伊讲日有所思，但代志上了鬼，了后尾时吼，我甲讲我看到，甲伊看啥物件，伊讲呢，了伊嘛甲去甲三会讲堂GNC隔壁有一间庙啊，是那伊人顶斗去诶，在迄边temple啦。了伊去啊吼，伊就顶到有一个真正高僧啊，是叫做朱毛死去啊。朱毛我大边诶，就位师傅是吧？你拍菩提诶时啊？朱毛法师，我有一本诶纪念册咧。你拍菩提诶时啊？朱毛法师写诶，然后我就一页，然后朱毛啊，了伊因为伊是。夫人嘛，所以伊就去找这个场主朱毛咯。了伊就甲讲，伊人有看到。了伊就讲，因为伊人会讲毋知，伊讲迄阵时我甲你讲啊，我是虾米无明白本的啦。伊讲咪第8只眼睛，我人第8只眼睛。哇，第8只啊！我讲下个第8只，杀了得快我个病。但是伊人这是伊人佛教。看物件啦，所以的迄阵时拄好，伊就是上甲我人汉尼讲，爱进入手下咯，下安居啊，就是伊人特别闭关90日，那样出来就是甲人家己呐接受杀法，加杀的咋？10月啊，你咱看10月后啊，你看遮一点不样写家己呐，家己呐就是吼，你去买假杀，
甲回想好回想，保持好回想诶，款诶物件咯。了，伊就是讲拄好伊要入关了嘛，入关就是讲伊人要去无袂使叫入关闭关咯。了伊就讲等伊闭关出来吼，伊互我人一人一罐水啊，伊讲着永远袂看着啊。伊看我人目睭，所以有影咯。伊互我咧水之后啦，啉甲洗面啊。到当今我无啊咯。但比之前我看物件我是会记啦。我几哪哩？真是。我当今有一个学生嘛，本来看到伊甲鬼沟通诶。伊无惊，我人本要曾经白白去泰国修行诶时吼，伊讲伊使伊叫我老师啊，因为我是伊囝是我学生嘛。咱白白去修行，因为讲伊看到，因为上时伊囝也都要浸伊嘛。然后伊囝就去浸时，伊叫马达落甲啦，然后佫叫我去浸伊啊。安怎么是人诶囝嘛？然后伊就带我厝嘛，然后就是人讲。伊家倒个，你国家收人囝，我凶。我讲。都是着大汉物件。防快。了，隔壁小讲去带去修行，但比有影修行，还是囡仔过去。伊嘛是还是伊囝去修？我咧去。我个爱吼。我一听我话，我无会在意，我无会在意嘛去。了，怎么没去修行？我掠伊去，因为伊买对厝嘛，我掠落去哦。安怎？你其实看到伊嘛是去吼，咱无管伊，但比过后了后对啊。你去什地本？什地？去你讲咩？咩平咩？吉祥岛。吉祥岛。你去只一岛拢袂去哦。我去5年，这一年至少去3、4岛，特别有一岛去印度。我今唔去，我规家口去个了。我新疆去，新疆伊早起5点去。印度是倒落去？你去印度哪一家？印度咯。特别问我啊，我甲你讲，我晓去所在袂晓讲诶。特别这是个印度什地？咩是佛教诶啦？佛教诶。因为我行佛诶嘛。哈。然后伊坐火车时，我去曼谷啦，因为咧曼谷诶嘛，我坐火车时候只，你看到伊，你坐火车你有迄个眠床诶嘛？咱咧眠床啊，伊被单吼。我孙，伊叫我姨婆，我小妹孙。哈，然后伊陪单，撇一边，撇一边。你讲，老师，你看啊，这个小鬼啊，他打我。来讲，你看我的被单啊，你看我的手啊，你看我被单。你看干嘛？我看到啦，你看到伊陪到就是撇伊。我那个人看到陪到撇伊尔嘛。所以你。人就讲会讲，แล้วก็你会讲了，囡仔看到讲会讲吹啊撇伊。我甲你讲就好笑呢咯就，嚟伊火车到站的嘛，嚟伊困伫面顶里嘛，嚟人讲话面顶空嘛，嚟人讲不然你上去看有没有咯，嚟去其实无了啫。然后伊讲啊，不然叫他在下面看啊。然后伊就解沟通讲，你再做一次给他们看，一样做好一个，好。然后讲，哎呦，这里有鬼哦！个甲路囡仔，甲路哈，然后隔壁是我人嘅leader来传我去嘅，伊讲唔入境咯，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些东西，湖场啦，然后这里是，所以念经啊，伊人爱功德嘛，所以就念经回向互伊人。然后讲用众人啊，然后我就甲咱规顶火车咯，一个小内面啊，就是40人嘅咋。伊火车先诶，一个小，伊一个三个，一 group 40人就调来。所以40人 gathering 到底一个伊面床嘅位，甲了有了念经咯，念啊吼，啊无了咯，咱问伊个有，伊讲无啊咯。所以看到。真正奇怪物件，而且你去修行本真正一个事诶。讲啊。像个吼，后尾隔壁嘛一间咖啡店咯。你一个阿弟只起来，你应该在头家所来，你捌去遐边食物件？伊几条汤嗰边嘅？隔壁是一个咖啡店诶。袂基本嘅啥物？对，伊一个阿弟啊，老伊头家所来啊，伊面只恶诶啊。兄弟啊，你当伊做啦。
当佢已經電互人啊，已經無做一拍互人啊，無咧，嚇，即叫安弟啊嚇，伊新婦，伊孫母是我合生，แล้วยังจะวันขี่จีสั่งต่อแล้วมันเดี๋ยวหลังขี่哦，แล้วชอขี่咯，แล้ว伊新婦ขี่啊只法事哦，法事就是講，哇，該admire啊，哦，我本愛ขี่是坐ขี่哦，แล้วขี่對來伊就只歡喜哦，歡喜啊，伊就想啦講坐伊媽的引落ขี่咯，你知哦，我甲你講啊，伊ขี่啊，伊當今啊，你看伊面慈祥節咯，你知伊ขี่泰國嘅時啊，伊是驚甲屁股鳥流嘅啊。伊講啊，伊毋敢困啊，伊去遐邊5暝啊，伊5暝無困着啊。你知咩事？伊講伊一個看目睭哦，毋是看着，伊感覺伊跋倒落去一個真正暗、真正烏、真正深的所在啊。了哇，迄個甲了啊，迄個物件來甲了啊。你知咩事？因為伊真正夠禮人的啊。啊！伊喙食毒的，你知哦。我知，因為伊翁過老。伊翁不，伊翁不去買個要死的，你知哦。伊翁真好啊，伊翁真正好誒。但所以時吼，我伊甲我講誒時吼。有這新婦真正好講誒。對，就是迄個新婦好講誒去啦。แล้ว伊個一個，แล้ว伊有一個大新婦啊，伊真夠禮伊誒嘛。แล้ว伊大新婦係啥物啦？伊大人面頭前禮新婦，大人面頭前禮新婦誒，你知哦。แล้ว就是安尼款啊吼，嚇，แล้ว伊就是安尼款啊吼，伊去啊迄邊啊吼，我伊驚你知哦。แล้ว伊講我毋敢困啊，我一困吼，但我就感覺我跋倒去真。伊新婦帶去。แล้ว伊個甲你講伊要離婚啊，伊要蝦米啦？แล้ว我人是講，你當今有啊無離婚啊無蝦米？แล้ว伊講，แล้ว我毋敢甲伊講哦，講你就是伊，actually伊甲我講嘅是因為蝦米事呢？我毋敢甲伊講啊，因為我袂使走口業嘅。走口業啥物事？走口業是講，你成日你互人講，走口業是講，哦，你平時就是你當啊禮人啦，蝦米了，你互人飼煩惱驚咧，即個是口業啊。哦，口業。卡媽。口嘅卡媽哦，用喙講互你。是講，咱袂使互人驚，你就做物件吼。咱人講袂使殺生，嚇，袂使。講你去睇啦，你講互人激燒，你莫互人嚇，你袂使。對，口業。像人有咪好，你講嚇，你特別懺悔。你袂使佢講，即就是活該啊，蝦米你袂使呢？即就是口業咯。所以我咱去罵人就是口業。其實咱人啦、卡媽啦，第一隻咧就是咱嘅喙嘛，因為起哄起來就是罵。所以嚇，所以互我人修就是大家愛懺悔咯，就是因為你唔是起哄啊，咱七情六欲。就講出來嚇，咱有七情六欲嘛，所以咱就唔敢甲伊講嘛。你講你報事咯，你做功德了，你懺悔咯，你唔敢講嘅佢就，你伊就問弟弟問蝦米事哦，變咗講啊，你個未講嘛，你就叫伊新婦講，你介意咯，叫弟弟念經，大家去懺悔，你個弟弟講，我唔要講啊，我唔要念啊，我就唔捌字啊，我講你聽，你慢慢聽，阿彌陀佛，阮會，唔敢講嘅，特別我介意新婦講啦。我講因為吼，你講是咯，一定到吼，哎呦，伊禮啊吼，伊個做真濟無好物件，就所以吼，意思講伊墜落地獄就係哦。แล้ว吼，伊新婦好啦，伊新婦就教伊哦，有影只 patient 教伊念經啊，蝦米啊，我一擺看到伊哈，我伊面慈祥去，有影啊。แล้ว當今嘛，我甲伊講，安弟啊，你莫點罵人啊，你莫你切啦，你就你心解開，你看裏面啊，แล้ว當今佢哋講，我裏面水真濟咯，有時我新婦教我念經啊，哦，伊念經真啊奇特咯，伊講，哇，真啊，嚇，是啊，伊講念了吼，脾氣無呢暴躁，伊家己嚇 feedback 互你聽你咗，你聽了吼。哇！你甲講沙dů咯，我人沙dů是講送在隨時你會功德，或者你會曉改善是好咯。哦，真啊奇怪，而且你去上島啊，真啊濟啊，怪物件誒。有的人啊，有的人挑啲就講頭要帶去遐邊誒，特別伊當今啊，伊無 encourage 咯，
哦。毋是人会去诶，你只有往时吼，你爱去上甲我甲你讲，你爱去，你袂去啊。去袂成无缘。我甲你讲啊，我就是啊，我去印度哈，我著有卡马出来啊。有一斗哈，我甲你讲哈，我要去你知哦，后日著要飞啊，你知哦。明仔载要飞啊，我今仔日早起啊，早1暝半，腹肚疼，哎哟，上甲 Bendix 哦，哎哟，上忙顿死啊啦！我红红紧张讲，啊是我着 Bendix， 我去，我袂去啊，你照去了，我甲伊讲，你讲你，我讲我，咱因为囝佫无伫身边嘛，我讲你惊咩？我一个电话靠有人顾我诶。你知？我讲你免惊，你只送我去了 hospital， 啊是 Bendix 啊，我着开刀了，我著是袂去啊。你去啊，你play 互我煞了，你知？去啊吼，明仔载伊甲你讲妙刀爷，拍一个招，好甲在我做，飞去，有惊无险啊！爱买的，你信吗？哈，伊会上讲，无，你要去吼，伊就爱你诶。了有诶你，有诶是讲，有诶有影袂去，去无心去了，有时硬硬放肆啦，讲，因为到时伊有影袂当去。伊无你有时哦，咱卡马咯，卡马重啊，有时伊步山做诶啊，我着2斗啊，1斗会卡过，伊站落去啊，一零啊，我甲你讲啊，无开，无止，佫无喊。我腹肚啊。然后伊站着迄个铁啊，一个铁板啊，我靠当叫我骹前就互伊深落去，伊三个安尼呢。然后迄阵时啊，我讲剩2礼拜哈，我特别去。去上岛了，了我骹袂行哦，我整哦，我甲你讲啊，即上甲几，即1礼拜吼，拄着迄个发的啦，讲得啊，伊拄好大伯买囡仔饭哦，了我袂换车咗，因为也是讲我病啊，伊卖力的咗。我伊骹尾互我药药互我食，甲我一个啊吼，我甲你讲啊，1礼拜真正快消，但是佫是加减疼啦。我甲你讲啊，即上甲。2斗印度2斗安尼款物件出来。我有趁去，要不？过去啦，6支啦。好佳哉。了我有诶啊去遐边啊，我有看到物件呀，伊人有迄个物件来甲伊讨功德诶啊。哈，有诶物件就是上个我有带伊去问你知影。去诶时吼，我有甲伊讲啊，你莫请哈，你袂使请你爸母死诶人哈，叫人缀你来着。你袂使叫讲，你想着讲遐边遮济功德呀哈，你要叫人去叫你。袂使贪功德。哈，你知伊介好了，我甲伊讲啊，阿爸去迄个山遮悬啊，你特别遮清气诶，你知无？你袂够诶，你知哦？迄个宝塔啦，我叫宝塔啦。你知我咩事？伊爬山。伊比我较瘦，就我佫肥啊，你会记我真肥诶嘛？了，我爬着喘啊，伊比我袂爬，伊袂起来哦。了可尾伊骹整个大起啥物骨呢？较风险诶哦。了，我着问伊者哦。了，往去遐边面顶啊，伊人有像个，你去 church 啊，有 pastor 啦、father 啦开始诶嘛。所上诶遐边，伊人本有开始我人诶嘛，伊人诶迄个师傅啊。了，伊师傅是会看到，伊就讲：你人莫叫你人诶往生诶爸母来哈。了，伊才看了我即边了着。了，我诶 sister in law 在后尾就嘛小弟无，我就问：妍啊，阿妍啊，你有请你爸母来？伊讲无，伊佫骗我呀。了，我是无叫，因为伊互你等诶，因为伊是安尼，伊互你请是你甲请。你袂使请，你请吼，你包你嘛，打伫你身躯咧只。你重吗？你骑几2人诶，迄个来。伊骑5、6人啊。伊叫我爸，叫我妈，叫伊爸，叫伊妈。佫连伊翁啊，伊囝伊啊，甲了叫来。讲啊，伊翁伊囝无死诶，伊本叫了。你讲啊，甲了魂啊，打伫身躯啊，伊有力气哦。了。我就找看咩所以骹整哦，了袂落山着，伊袂行着，了到尾时，就要坐车
坐车落啊咯，叫人驾车载落啊咯。我人迄个是互老菩萨坐的，吼咧六七十岁、7、80岁人个啊。了嘛无变咯系咯，路上那时吼，伊听啦吼，伊袂因为甲了解讨嘛，伊无嘛，伊业力伊讲得少嘛。你知甲了人做咩哦？插伊，也教伊互伊坐啊，去一个手杖卡，你知哦？然后用200-300人的力量念经回向。我甲你讲啊，伊较很时消去。你甲你讲咩啊？我讲阿燕啊，你叫一嘴，你无安尼，人应该你讲我叫你爸，叫你妈，我叫我爸，规家狗，规家煲。然后伊甲到尾伊甲沉了，然后讲即个物件你袂使搞滚的，你无，人伊业力加薄呢。其实你来修行啊，你袂使贪了叫人来呀。来看，伊当今嘛拍死伊毋敢去哦，只想到。去一摆还毋敢去啦。哈，伊讲伊毋敢去，伊惊。我甲讲啊，即个物件吼，伊互你时间啊，是你回想。你修你卡嘛是你修你家己，你袂使去。啊，无你特别先去家己 charge 咧power了，你做了 ，after that 后尾一个时，无伊一个时，伊互人甲了 gathering， 了伊帮互人家己请，了伊人较平的时，甲了人念大经互伊人的啦。了你系伊名，你甲人做功德，你系名 donation 互伊，伊人来样谈了，伊无的喎。了伊个骗者啊，哇！高甲重，แล้วก็ลูกก็ชิงแล้วเลยจ้าซาลูกก็讲骗我，你改无去啊，你知？只想到啊，有影遮济人啊，有的啊有分享的，我倒去啊有分享，有一个啊，伊本是啥的，伊分，actually 啊，我去呢一道啊。actually 我去头一道的时啊，我感觉这个 life 毋是我的，啥物事啊？我袂跪，我规身躯疼个了。了，无，你这是讲条人做你讲的是条啦。无，因为我一路来无捌人讲的，我毋捌跪的，我毋捌，我厝人讲吼，我安排。了，你知伊人迄个着跪啊，是跪着2-3点钟。乜那会跪？你叫跪到时人阿婆爬袂起啊！哎哟死啊！我规身躯定个了哦，我真哦毋捌跪啊。你讲你去这。思想到的时候，这是你 before 你就去请讲假你讲的，还是你 after 讲过了才久了，甲失去啦。OK。因为找无人会互我报名，互我去，你捌人啊。咱后尾甲你讲咯，因为因缘到了啊。แล้ว我一个同学啊，伊是义工来嘛，volunteer 来嘛，然后通过伊啊哈，到迄个机会去，然后就是去啊时啊。刚才讲哇，是有看啊，特别真奇怪，对那是身躯个起鸟哦。哇，听，哈无啊，然后去的时咧，我去叫我同学嘛，伊就叫我做功课啦，讲你特别大下边写萨迦法院啊，讲你一定去念经啦。然后我就心想，我都袂接我身躯听甲叫苦连天，我妈听袂接不行啊。我表请哦，已经个了，我袂晓念，你知？你叫我去写法院呀？你写落去，你特别做吗？我们哪敢写啊？你话讲我 try my best。伊讲你特别写，你该做的，无你袂，你 try best 都袂做。你话是毋是讲？我买写，我写落去，我迄个写。无法特别做，特别做。我真正无用，我感觉我真正无用，你知哟。其实讲你无点写啦，无未 fulfill the promise。你要怎样受主，你要怎样保守啦？你真系是。人放5年嘛，放6年嘛。我可要知人补习，我可要补习，我哪有时间念经？我这里念落去8点钟，你知啊？所以我那卖写，特别好你奇怪了。了我有大下边有发现啊 ，pray 互我爸好事，你知哦？我爸好事 ，pray 互我爸，你知？互伊成个讲，也是伊。等到了咧，还好行，because 我爸真正惊死去嘛。แล้ว伊个惊坎坷嘛，伊个买拖累我人了。所以我发一个大印度那边学伊，你知？แล้ว我有影的喎，真准的喎，我爸真正快行。แล้ว
我看到我法院啊，我係3厘棍啊，我3厘棍個咧 improve 咗啫，所以我就真 believe 咯。你不見到我冇念經嘛？我就依嚟學路念啊。伊好了啊，伊互你困的時啊，你困驚聽着，你直直聽到你驚啊！我起來我曉背啊。哦。แล้ว叫我曉背啊，แล้ว伊人知我未好念嘛，แล้ว我就問伊啊，是毋是？伊互我念的經好像慈愛經啫。迄陣時我是反省家己講咩？我食赤嘛，你就知我就講咩人嘛。你就知我食歹嘛，我看你我孫啊，你咪知咯。แล้ว我就想，是毋是我無夠慈愛啊？我就家己反省啦，講是毋是我無夠慈愛啊？我唔，反正伊叫我念一個慈愛經咯，知影？แล้ว伊人muốn調車驚，我這慈愛經，人念一腦袋無人曉背，我一人會曉背出來。แล้ว人就奇怪就問我，แล้ว我甲伊講，我是聽到了吼，多耳仔唱誒。แล้ว伊人就殺到我啦，就叫我講你要學了咯。แล้ว陣時我就感覺家己上架車講。袂使無做功課啊！迄陣時我6點車變咗5點半車，因為你特別念經，แล้ว5點半起來念哦，แล้ว念了吼，後尾吼有影直直看到物件直直順，想做蝦米物件嚇，แล้ว有上個 help 咯，後尾無想起咯，แล้ว上個一橋吼，伊本真衰伊即個吼，佢即伊是澳大利亞人來啫，伊驚無 actually 伊驚去澳大利亞讀冊咯啫。แล้ว伊就好去紙上島，แล้ว因為迄個紙上島吼，即開發即個島的人啊，是一個查某來着。我人叫媽媽呀，我人叫伊媽媽呀，伊是禪人來啦。伊上個人講你聽過賽爸爸？賽爸爸本一個故事嘅，拄我啊。我甲你講啊，แล้ว我人去叫。賽爸爸都無了，紅蓮教會嚇。你 feel 到那面那加上帥爸爸細漢的時，就是那朋友啊。我係查某囝。我看我當見證小英有我叫你看啦，伊頭毛伊3個月上一頂帽啊，แล้ว伊爸爸學哈，伊笑的時啊，伊人講伊上帥爸爸嘅，แล้ว你在伊教會的時啊，伊 suddenly 啊，伊起來啊，伊教你就嘛就喇嘛吹你嘅咯。吹那對來時啊，伊早起一講今仔日媽咪啊，我莫去飲喇嘛會使，伊人頂到早起，下晡班人早起嘛特別去吹你咯，做嘅咯，嘛知咯，誒嘛。伊講媽咪啊，我莫去飲喇嘛會今仔日，然後講個頂徛咯啊，伊講，佢管伊啊，你叫我去橋頂到細漢時，你嘛知嘅白燈咯。咧，我講你咪做你叫，伊咪叫我們是下啦，我們是爽啦，面落去面邊啊。咧咪問伊咯，你就，你咪去 OK 啊？伊講無，我愛去拜沙爸爸。我哋同樣。嚇，แล้ว沙爸爸讀個咯，我唔知讀。แล้ว紅起佢講，伊愛去拜沙爸讀咯，你講我唔知。你唔知我講咗去拜38，我咩意思啫？แล้ว佢เอา啊冇關嘢啦，講我可能我講唔知係佢讀個佬，你叫我上小路去，佢笑啊！幾回事？一教會呢？Standard Tree。你冇叫阿生見過人，唔通你吹曬爸爸？嚇！แล้ว我咧伊講你去梅啦，我去個路梅，我冇就係咪人拜沙爸爸？แล้ว我講38，我咩意思啫？那冇關嘢啊！特別係物件真奇怪喎。一兩禮拜後哈。有一個電話來啊！迄陣嘅時我是 outdoor tuition 嘅嘛，我無到厝嘅嘛，我去人嘅厝 tuition 嘅嘛。แล้ว就一個拄好一個人找我 tuition 嘅咋。伊問我看你會，伊講個人 tuition 真呢啥？我問 doctor 啦，我係 doctor 攞嚟愛 tuition 啊。你會來我厝遮近呢，到咕嚕角呢。伊問我你會去，我想咕嚕角近呀嘛 ，OK 嗎？我喺平華嗰邊，迄個。gentleman 都去就去啊嘛，咕嚕講咗未去，一早起啊，伊叫我補早起啊，所以我就直接我就行了吼，就幾好啊，甲我講咕嚕位咯，你知我去的時吼，伊厝的時，伊互我看到伊路口就是一個賽爸爸時，แล้ว時我講，我就感覺就啥，伊來找一邊好路來進丟身，那你看到我一個路啫，แล้ว
我看了我心我好笑，我买去了。我就心想讲，买狗的查某囝讲，特别好，你听过迄个微笑，你心里都会看一下哦。伊三个做好你看哦。那个我无病了咯，就直接讲，我看到咧，我甲讲，迄阵时我后日啲丢选一月至甲加只。哦。因为心滴来滴。所以伊讲要去看的时本差不多一月至较加啦。那伊讲咧我。depends of 我，伊袂晓去，但係我知了是吼，我一月只個加班。你講咧，你買300咧，伊本袂曉啊嘛。伊是講，伊講我忘掉，西爸爸叫我來，伊叫我來拜伊。我迄個禮拜300。你迄陣時吼，我人行了迄個武陵窟，只漢江後尾嘅，嘛現得啦。我行窟，啊，即個是個哪嘛？我感覺這是。在衝對。我無感覺衝啦，我是講買七拜8拜啦，攞一個就一個嘛，買個黑頂黑面嘛對，所以是無理伊咯，無插伊咯，แล้ว就心直直看了就看到有些只白啊，就啥，哈，你就，แล้ว嗰陣時嗬，有時當時伊個唔知做家嗬，成個河路黑邊啊無位北京嗬，你無變到北啲喎，口我頭啲買到伊喎口嘅位喎。伊上個迄個圍樓了，好你北京份啊！你幫我看時啊，嗬，實時講 OK， 我帶來，你心個清無？你佢講，你講準備啊，我等自己拜山，我早起啊，我燒到邊啊，我帶你去拜，你肯講啦，你帶去，你再講去你衰爸爸啦，你伊是迄個 stainless steel 嘅刀頂啊，嚟鋼嘅啊，鋼肯長嘅啊，你再有伊小虎背寫 welcome， 哎呦！แล้วเขาเป็นจะได้อาแปะก่อเลยจ้ะ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โมกขวาล่ะ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มาชาเหี่ยวแล้วอีกก็อีกแต่ขวาเดียวเลยตัวเต็งอีกขวาเอาจีจุนห้องไรจ้ะแล้วเลยห้องเลยคุยเหี่ยวคุยก็燒掉很燒จ้ะ我那個哦我希望我個燒掉燒頭先好希望燒掉燒嘅จ้ะ點樣冇燒燒嘅จ้ะ都真奇怪เลยจ้ะ因為風吹伊香話咧，獨落去就手，我家己丟。咱你安哥吼看咧風來成隻怪風啊，什麼我唔知啦，因為我人都無 feel 啦，成講啊，這個有風，啊啦，你講哦西爸爸來喎，那是伊就真奇怪，伊就問我人啊咯，因為伊看到多頂 welcome 喎，伊講你看西爸爸 welcome，伊小虎寫出這字 welcome 出來啦 ，welcome 啫，我講是人寫喎，我頭先。伊講我人寫食你啊，啥物嘛無你看。伊講你淡仔無感覺到一陣風咩？一下爾嘛，迄個風，當今都無風了。伊講西爸爸來，伊肯甲我講你就，你講特別有事來啊，伊就要來找我說，你問蝦米事我人來？你要知蝦米事？แล้ว我講，哦，伊講伊望到西爸爸，叫伊拜我咪來。แล้ว講是啥只 entertain 啊？嘛差鄉就耍咯，成日都叫我拜我嘛拜，禮貌上都嗌我來我咪來咯，對哦，去拜，你就問住我驚咯，咪咯，伊講你看到啥物，伊就叫我入去內面咯，伊厝咯，伊是邊啊，伊啥物啲嘛，伊邊啊外口互你拜嘛，你就請我人入去伊厝嘅啫，我就無驚就看到講，嗱我看到一個男人一穿金衫哦。你個看到我，你只紅臉只 Harry 嘅嘛頭，伊講伊是伊人嘅未來，伊真到這是伊嘅，你聽得冇非常。แล้ว阿咪伊人為什麼意思講？我係查某囝 from India 啦。哦。出名啊！嚇，你聽得冇非常。即喂只叫人做。Grab 對個搭車，我在路對啊。搭車啦咩？你搭車你個對那個搭落搭咩？你這個換吉對啦。比我朋友啊，默過來啊，伊把你夾伊 live 過條來北海啊。冇伊把你夾好啊，講伊來條啊，伊 live 伊 location 是到啲下邊北海邊嘅橋嘅位啊。我在伊來那處啊。燒這邊燒蛋就聲，哇！我就甲人講嘅嗬，即八爪，我點解就會季節啦？季節日啲係你。未，我未季節，actually我本事。
有 class 我第四對我接時候對啊，我個要去 KL 啦，阿伯講，八抓，感謝。我這邊知道有 annual 聽到，八刀個接去講。啊。你去嗰度先？路過嚟吧。咩呢？你去迄個雨天山就搞到做了。雨天山係到嘅。攬塵啊，個殯儀，個快。我要做嘅時，我要去而家 inbox，所以我特別頭前特別一邊有一個 specific 位 ，because 我要去 inbox 要做咧 headphone 可能到底而家兩邊咧。哦。OK， 我小大聲啊！白節人有人過來講啦，做人個對對嚟啊，一個貴姊姊啦，甲人講個唔是，了嚇，等，了啊小山不啦，小大聲，冚大聲，下禮拜個嚟再見大家，歡迎啊，拜拜。